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自以往皇帝天狗历事件当中发现，天狗往往是滋生白眉蠓的热点。台南市政府提早做出反应，将4月15以后定为天狗皇帝月，加强民众对着天狗巡查意识，莫成为白眉蠓的温床。去年的经验，还有包括以往的经验，在登革热防治上，天钩是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滋生源的来源。天钩清了又清。蚊子来了又来，孑生了又生，所以说我们一直其实天钩也是南部，尤其在台南建筑的一个特色。很多建商甚至于鼓励住户说要设天钩，才不会让滴水造成很困难。那可是问题是，这个问题也是不是间接造成了台南市登革热案例居高不下，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天钩每次都常常检查出来有孑孓，还有病媒蚊滋生，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呢，我们今年算是提早来对于这个部分来加强。一方面鼓励民众不要再设天钩了，既有的天钩可不可以再加以改善？能够让它变既有这个排水的功能，又可以不要滋生蚊虫。除了定天狗皇帝月，市府也送予每一里一组天狗棒，用来巡查助行员以及导游的用途。我们事先要巡查天钩棒的时候，我们会把需要投药的这个痢剂放在我们的这个瓶子里，然后接着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镜子。那我们这个棒子非常的这个简单也很容易操作。其实民众我们鼓励他自己在家里也可以操作哈。那我们的这个棒子它可以做一个伸缩。那比如说我们伸到一定的这个高度之后呢，那我们把它这个锁紧。好，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呢来探查我们的这个屋顶的这个天钩的一个状况哈。那假设我们看到
这个里面是有积水，那不容易清除，因为很高。那我们可以把它转过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根线，好，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呢，一拉，那我们这个药就可以投在我们的天钩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天钩棒。其实我觉得家家户户如果说自己这个很简单的一个 DIY， 它只需要装上一面镜子跟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投药的，那么就可以帮助我们家里也可以自己做这个 DIY 来学习我们怎么防治我们的天钩。卫生局提醒，天狗日防治无咧分平常日甲假日，尤其现在天气愈来愈热，当适合网虫繁殖，邀请市民一定要把握雨季进前的时间，加强落实巡、到、清刷的防治作业，以增强台南市的防治量能。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为了将优质的蔬果加食品加工变外销通路，首次组团参加新加坡食品展这个重要的国际市场，包括有农业部认证标准往来，以及可归台东顶节蔬果加花卉，拢是重点的产品。市场委贴甲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基嘛正式宣布，台南有2货柜的食品将进军新加坡。同时嘛，甲当地重要的通路超商合作，将农特产甲观光伴手礼上架来宣传台南、行销台湾。是这几年来，我们除了在生产品质的一个确保以外，那透过冷链的系统，我们也强调了，也强化了所谓的到货品质。那我们希望说，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努力，将我们的农产品顺利的推往优质的第三方的一个国家。食品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那其实透过这样的方式，我相信未来对于我们台湾农民本身的一个生产，一定会更有它的一个动力。在食品展的过程中，能够让各国的买家，能够让各地的消费者能够品尝到优质的台南的农特产品，所以进而喜欢它。第二个，我们也已经接下来新加坡几大通路超市，能够让台南农特产品上架，直接在第一线面对他们的消费者。因此呢，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今年新加坡国际食品展4月23到26日将登场，记者会现场所呈现的，嘛拢是准备伫当地向贸易商、通路商、批发业者所销售产品，积极来抢占亚太甲国际市场，同时推广观光相关的产业以及所得。咱的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厝价愈起愈悬，对少年人来讲有经济负担，所以会选择买中古厝。薪水无讲出悬，买厝要欠钱有淡薄困难。当然嘛是介意爱全新的啦，毋过若无钱会使买中古的。即摆新厝拢3000起跳，中古厝的话1000以内就买会到看大细间，即摆一间涂骹坪的行情爱30几万。中古厝征收了后真清幽，甚至也可以当摕来开旅社，成交量增加3成。台南全市有71万活动建筑，30栋以上的就超过30万栋。考量到安全性，市府推出危险老旧建筑的重建计划，这次优待措施。安全初步评估补助22000块，厝税至少减12.5%。菠菜我是开了没有收钱。奖励就针对建筑物的容积，减免的部分是针对税务。你在重建的之间，它是全部免税。那你盖完以后，它免税1/2。台南市这个历史街区以及古迹也非常的多，那其实也非常多的这个文化部的相关的补助经费，围绕重建的这补助跟经费其实依然都有存在。那也呼吁各项的这个市民朋友们都可以来去了解。截至到3月底，围闹中建案件总共有374件申请，也毋过无一定厝龄愈老就愈危险，有的厝超过50栋，也可比30万栋的厝较用。建筑师工会嘛成立辅导团，伫台南市内有57个工作站，会当提供民众来做评估。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南放多中心迈向10周年，隆重推出台南最优惠的母亲节活动，4月18日起全馆满5000送100，大家店满万冲击。南胖购物中心百变女王无限可能，母亲节当期预告会为18日到24日拍头阵，促销正当期为4月25持续到5月10日。
期间推出多重优惠，除了有满额送消费抵用券、会员7点送，以及专管满千送百无上限等优惠大好康。就6000送900的一个优惠，那我们配合了一个买千送百，一个无上限，还有大小家电是1万送1000，还有当然有一些我们的特色，所谓的新几点送，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特色。那我们会继续往这边去做发挥，那当然产品线的丰富性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历年来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目标。今年也是南胖购物中心营运10周年的日子。购物中心4月20将伫咧南胖广场举办《我的时尚年代》大型走秀活动，邀请侪间流行服装品牌以及太子龙做伙来走秀，感受每一个时代时尚美学。4月20号礼拜六会有一个活动，是针对这次10周年的活动那会有一个我的时尚年代的一个走秀那会把我们馆内品牌的一些比较主要品牌做一些一个应该是说模特会穿的走秀的一个活动那加上台南纺织一开始它是一个太子龙，就我以前那个强力太子龙这个商标，我们会把以前的一些应该说以前的一些怀旧的部分也会加入这个元素进来。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国定民俗学甲上白教年年举行，当中无公证，仍以人力方式扛行。绕境时，神童会沿路撒糖果和红包，别具特色。不过今年一度传出神童凑不齐的情况，且3天的大绕境都是上班日，人力更加吃紧。拄好拄到专线讲咧考试啦，就客家地区或者是有配合客家地方的需求有提早考试。一个囡仔拢爱交3万块的费用因为这3万块是要互迄个请迄个更工的费用啦。现在请12个，较早迄阵因叫进前迄差不多38个，就咧更，就会当更进来228，所以这更工的愈来愈歹请。西港庆安宫的西港乡将在5月登场，以文武阵头闻名。白鹤镇、金狮镇曾在国庆大会表演，但受少子化的影响，招募团员有一定的困难。真困难不过呢，阮呢参加挂乡庙宇的这主委啦拢是去互万人想尽办法来招募更较侪人来参加阮的文武艺阵，互咱这个240档的传统卖来安尼长期。而麻豆乡的宋江镇因为训练辛苦，所以以男性为主，庙方特别开出训练奖金2万元，最后总算招满出阵所需的50人。昔日强调运动健身又能服务神明的活动，也不敌缺工浪潮，只希望传统文化能延续下去。记者邱海棠的报道。选举期间的假消息，包括人工智慧造假的内容、误导性论述和协同行为，举凡假音讯制造政治人物的私生活、误导性论述两岸关系、制造大量的虚假资讯等，都试图影响乐听人的思绪判断。民间团体针对这些假讯息分析，并且分享给大众，切勿随意相信所见所闻。我们需要市场的组织跟媒体要怎样来共同联防？选举可能会出现 AI 假讯息的这个挑战，那我们提供了我们怎么查的案例，然后把我们的心法交给媒体，那我们也提供专家咨询名单。如果遇到 AI 的假影像，或者是你觉得这可能是假的，你可以去问谁，然后谁可能可以帮你做侦测。那我们也建立了这个AI 的这个查证的 SOP， 教他们怎么看这些讯息。的行为就跟一般人的正常的上网行为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那这个是我们判断它这个团体是不是所谓的网军协同团体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一群几百个账号，或者有时候几千个账号，它都在同样的时间上网，同样的时间休息。那其实我们在演讲公布这个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协同团体，它会变成可能是礼拜2到礼拜6，他就改这个休礼拜天、礼拜1，他就会一样周休2日都还来符合劳基法的规定。那这是我们的判断的标准之一。
台大新闻研究所携手中嘉宽频举办总统大选期间的假讯息因应之道论坛，发现人工智慧产生的虚假讯息复杂且深度伪造，挑战了传统的事实查核。公民团体在这次选举期间做假讯息的辨识，其实花了相当多的力气，也有一些成果。不过面临 AI 的冲击，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可能在专业的技术上，或者甚至在相关的资源上还是有些不足。所以从这次的经验来看，我们显然必须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资源的增加，或者是人力的配备，或者是专业的训练，才有办法应付未来 AI 时代的假讯息的一种侵入。那这些资源我们很希望能够有多方面的获取，譬如说，一方面是来自于企业的支持，那这企业里面特别重要的就是来自于数位平台，因为假讯息常常是在数位平台上传播的一个影响人心的作业。那数位平台他们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给这些团体更多的资源的话，我相信一方面是他们社会责任的展示，二方面也对于这个假讯息的遏制会有帮助。公民团体不断寻求解方，展现对抗外来干涉的韧性，也凸显了乐听人的媒体素养持续提升。各方在揭穿及因应假讯息有所努力，也盼从每次的事件讨论中汲取改善之道。记者温君台北报道。传统牌楼上挂着大大6个字“自由零售市场”，走进去一看，里面摊位却已空荡荒废，上面布满厚厚尘埃。走道上还放满铁架围篱起来，原来这是凤山忠义里内自由市场的另一端。由于初期经营不善，加上产权不清等因素，关闭荒废已40多年。在长期无人管理的情况下，形成地方卫生与治安的大死角。流浪汉呐，一寡迄个什么人咧饲流浪猫狗的啦，拢来食啦，足恐怖的，暗时安尼，人拢无啥敢行过食。进前唔知几年前，才阁有人捌咧用抢伊的。那个没有管理的很危险啊，又很脏乱啦。已经是废弃闲置，最起码有40年之久了。那么在这40年之久的地方，我们周遭的地方已经发展成为我们这边是属于是蛋黄区的，包括呢三井奥莱啊、捷运啊，还有呢我们的市医院都是在我们这边的附近。可是呢，这边的地方呢，因为闲置这么多年，就会产生着有一些的负面的现象，包括说曾经有做毒品交易，都约在这边做交易啊，因为这晚上呢，但非常的昏暗，几乎都是没有什么光线，所以呢，都容易形成一个幻觉啦啊，而且呢，那个游民的聚集啦啊，甚至呢，最近呢，最比较头痛的就是什么？就是登革热。不止如此，市场角落堆积多年的易燃物，更是容易引发灾难性的火灾。这种都是易燃物哦啊，而且在这边的话的人蛇混杂，在这边居然有人游民在这边取火，那个点火取暖，冬天的时候躲在这边，甚至在这边毒品交易，然后抽烟，甚至在这边打斗，你想到如果说他们万一来弄一个汽油弹中这个都是易燃物啊，这整个烧起来是整个社区的大问题。市场另一处正常经营40多年，早已发展成为重要民生消费区。相较荒废40多年的另一端，形成强烈对比。里长及社区便希望政府单位能出面协助，帮助解决这困扰地方长久以来的大问题。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在原民小朋友带来精彩的舞蹈中，为大同国小原住民文化学习教室启用揭开序幕。接着，并且邀请到阿美族的头目以传统技艺祈福，希望学生都能有好的学习成果。现场包括教育局长张明文、新北市议员苏锦雄、马健以及多位贵宾也一起和小朋友捣麻糬，庆祝新居落成。张明文表示，新北市原住民学生多达10000人，但多数的原住民孩子身处在都会区，缺乏族语学习沉浸式的环境，因此新北市致力推展都会区的原住民族教育，落实全民原教。那我们这一次也特别能够设立6都第一个我们都会型的
原住民的学习场域，就是希望说我们要从小扎根。我们新北市议会所有的原住民的议员都非常的关心，怎么样让我们的下一代原住民的文化可以在中小学扎根，甚至是发扬光大能够让更多人对于过去的历史的认同，而且进而产生更多的自信，能够将这样一个文化之美发扬光大，甚至能够让更多人了解。那这样的一个场域，可以让孩子实际的感受到实体的文化的一个传承。那透过我们地方社区的头目跟耆老的相关的一个正确的文化的一个带领，可以让孩子可以正确的认识文化的一个意义跟价值。校长高炯奇表示，大同国小是新北市原住民特色学校，学校虽然位在都会地区，但积极发展原住民族教育。未来原住民文化学习教室也将和学校的校定课程结合，相信丰富的课程能够让原民文化深植学生心中。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文化学习，包含这个场域，我们有包含的编织，原住民的舞蹈，那另外原住民的乐器，那还有原住民甚至饮食的部分，包含倒麻糬的部分，在这个场域，因为整个空间有原住民的一个文化跟它的设计在，相信孩子在这样的学习，加上老师有系统的课程介绍的设计跟教学，孩子在这个部分，相信未来学习成效会更好，让族群他们共荣共享。这个场域是属于全校孩子他们共同使用，所以未来一般的老师我们会邀请他们带着孩子来这边共同学习。教育局表示，新北市推动全民原教不遗余力，一年挹注于原民相关事务的经费超过4500万元。除了向教育部争取原住民族文化学习场域的设置，也透过教育的力量，积极扎根原住民族语言和文化。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